今年的客家婚礼，我们客委会其实已经办了第11年，这11年来成就了380几对的新人佳偶。那今年呢，我们持续来办理这样的客家婚礼，我们不仅是在让这些新人可以透过我们这样举办这个客家婚礼，体验客家传统的习俗以外呢，也希望他在户外的一个雨豆树下的见证下，可以相约相守一生一世。今年在我们整个21对新人里面呢，有4对是同性的伴侣。那这个同性的伴侣，其实它有客家民族，也有原住民族，也有闽南民族。你看闽客原融合，所以代表了客家人是很包容、很澎湃、很开朗、很大方的这样的内涵文化。那也透过这样的4对同婚，我们等于是在落实联合国永续目标 SDGs 里面第5项的性别友善的这样的永续目标，透过这个客家婚礼，我们把它传扬出去，所以不分性别，我们都应该受到同等的尊重与对待。整个客家婚礼呢，我们其实有很多传统的部分，也有创新的。那传统的部分就是我们是用客家彩旗迎新人进场，我们是真的社团用8音演奏带新人，包括他的喜饼，还有带路机呀，整个这样迎过来。那迎过来以后呢，有长辈上灯，那个上灯就希望可以两性合婚，可以两个家庭结合，可以很幸福圆满。接着有一个很特别，就是插头花这样的传统习俗，它的意涵就是其实是媒人呢带着我们的女方新人呢，透过插头花这个仪式去认识另外一半的长辈。那还有一个是识新人茶，长辈就会坐到一个客厅下，新人就会捧一杯茶，然后给长辈。他们通常喝了一口呢，他就会在茶杯底下压一个红包，就送给新人。今天透过21对新人来体验这些，我相信在他们的人生旅程里面，今天一定会留下很不一样的美好回忆。然后感觉客家婚礼蛮隆重的，对，也就是很多传统的那个仪式意义在这样。我感觉到遐个婚礼办得真好，真精彩，真闹热，安尼，让大家感受到客家的文化迄嘛个，安尼怪好。就是找到一个彼此共同欣赏的人，然后也可以互相扶持的人。不懂仪式背后的过程是什么？比如说像天丁灯啊，为什么会有这个仪式，或者是插头花啊，都是我们经过了这一个仪式完之后，然后有解释，就是有课前解说，才知道说哦，原来这是它背后都有一些用意。经过今天这些仪式，我觉得对于每一个未来的一些盼望啊，一些愿景，我觉得更加有在我们心里界定说有一个寓意在。然后我觉得也是长辈或者是这些传承的过程，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怎么样去经营我们的婚姻，或者是说让共主家庭在人生未来可能用什么样子的态度去一起面对这样。蛮多流程的，可是我觉得有蛮多很欢乐跟乐趣的画面，就是其实很多新人他们有一样的一些向往，就是他们渴望在家庭当中可以获得很多的幸福跟对，还有大家的祝福。那其实我们其实也是希望可以获得大家的祝福，因为觉得我们可能或许跟别人不一样，但是我们也渴望爱。雨豆